我现在早上起来没怎么拍照片，阴天嘛，出了一会儿太阳，我喝了些咖啡，吃了点面包，一个咸蛋。好，现在准备去看一下不干嘛他们，因为他还在睡觉呢，应该早就起来了，但他不管了。我从我帐篷到他那边很近。羊都在那里呢，可能要跑掉了，羊都要跑出去了。你看，一个带头，然后只要一个带头，接下来的全部要跟着走了。干嘛还没起来？干嘛？喂，干嘛？羊跑了啊！真的，你看一下，我从来不骗人嘛。他们去打水去了，从家和那个打水去了，现在羊往外面跑了，你看一下嘛。真的。这样去了吗？哦，到那边去了。我说跑了，你还不相信呢，就是跑了。我刚才叫羊干嘛起来？因为我看到羊跑了，它不起来了。现在跑得远了嘞，它今天麻烦了嘞。现在干嘛去赶羊回来？要放羊的时间可能还没到吧？他们早饭还没吃呢。他们太厉害了，在这4900米的地方，他们还能跑着去追赶羊群。叫我的话，走走路我都觉得累得要命了，因为这是在山上嘛，路又不平，没有路，没有什么路嘛，所以说厉害。这么大一群羊，有1000多只了，1300只，他们说，但我不知道。羊就竟然会全部听他的，厉害。看他，千军万马，被一个小伙子给赶回来了。
厉害吧？晚上他们就要待在这个铁丝网这两边，但是是开口的一个铁丝网的里面，因为防止狼和群和熊嘛，它必须待在里面，否则的话是不安全的，在外面乱跑。有几次在村子里面，他们的羊被熊给咬死很多，但并没有吃掉。狼会把肚子里面的东西全部掏空。我碰到过几次，一次咬死4个，肚子里面的东西吃掉了，但别的地方都是只是咬坏了。这里的羊很好吃，因为天天在跑，并不长膘。长的膘很少很少。好了，现在又赶回原来的地方了。伽马算是完成任务了。他还没睡醒呢，晚上在玩手机，所以白天起不来了。刚才我羊跑了，我去叫他了，他起来把他赶回来了。他还是挺厉害的，1000多只羊就听他的，妈的！这太邪门了，还立个劈柴的。伽马要把牛粪加一下，烧热一点。他昨天在煮羊肉呢，早上起来，他的同伴已经把那个茶给烧好了，喝点清茶。太热了，不行。Hello。这是他要准备喝的茶，是。每天早上都要喝茶，那是一般的那种砖茶。现在已经快9点了，还差5分吧。他刚把羊赶回来，然后现在还在喘气呢。累了，累什么累？你早点起来嘛，那羊跑不了了嘛。那现在要跑了。昨天晚上，他们说熊来了，就是，然后那个人跑了，跑的声音响得很，咚咚咚咚咚跑了，我听到了。他们现在在，我们今天早上吃的早饭是昨天晚上剩下来的米饭，烧成稀饭一样的，热一下吃，然后放几个鸡蛋。他们现在在洗碗，用开水烫一下，然后用纸擦的。这是仅有的条件，没有水吧？啊？蛋怎么了？热了就吃嘛，热了跟我说什么用？妈妈和童家在洗碗了，用纸洗碗的。今天天气不错，但是大锅上面没有云了，一点也没有。等一会儿看能不能飞机拍一点点。伽马早晨起来就在翻吃的，醒了就翻吃的啊，喝茶拿东西煮肉吃。现在拿的是什么东西？镜子，他要照一下自己漂亮嘞，还要梳头嘞，头上全部是灰尘的，还头发好像是染过了黄的。这就是伽马。这样不错嘛。他们的身体，我觉得很特别，他们的肌肉也很特别，好像那样。在缺氧状况下，他们的体力比我们要强的很多。我们的肌肉属于有氧呼吸，他们的属于无氧呼吸，长期的和耐力比我们强的太多。
看看干嘛？来来来，干嘛日呗？对，这是什么？洗手的。哇，你什么都有，厉害嘞！哪里来的？还要涂脸的？这是什么？青蛙王子鲜奶，你自己有奶挤一点就行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脸上抹一下，买这个干什么嘛？浪费嘛。这是什么？啊，哦，俺还没过来。这有吗？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嘛。护肤乳啊，你还要护肤乳啊？你厉害嘞！哎，弄点羊奶、牛奶，脸上抹一下最好的嘞，天天有的。买这些东西没有意思嘛？哎呀，这是什么？黄油也可以抹的嘛，这是 for promote 的嘛。虫草什么东西？虫草虫草，没用的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干嘛去？你早上起来，除了喝茶，喝几口茶，除了睡觉，起来就要想办法弄得自己漂亮。他要把自己很多东西都抹在脸上，他要给谁看呢？给羊看嘛，1000多只羊天天看他了，所以看到他害怕了。他每天的身上的味道，羊就怕了，对不对？可。干嘛这嘛嘞啊？当然是的。当然是这嘛啊，也不多的。他们的肌肉是属于有氧的，耐力很强。我们属于无氧的，耐力比较差一点，爆发力强一点。他们可以在山上走一整天，叫我走1个小时都不行，因为这边海拔很高很高。太厉害了，把脸上涂得那么嫩，还挺有方法的。我从来没这样涂过，想学习学习。干嘛准备去放羊了？他们2个，然后要把食物全部放在油桶里面。这个油桶，什么意思？我这个电话没人知道，怎么会有人打电话？今天2个人一起放羊，那谁睡觉嘛？我嘛，睡觉。厉害。这家伙他妈天天睡觉。上一次睡觉4个羊被狼咬了，没把他的那个力咬了，已经很厉害了，是不是？羊哪里有？我看不见。那边有吗？山上。哦，那么远了。羊又跑了。干妈说没事嘞。没事。他才不听你的嘞，他山上面自由的很嘛。大上侬搿拉带到侬搿侬不就是？要，再让带到掉。要，吃桑。啊，吃桑。今天我把帐篷换了一个位置，昨天晚上睡的凸起来一块，凹下去一块，把我弄得难受的。今天换了一个地方，看一下到底怎么样。啊。干嘛说一个人去放羊了？他要爬山了，厉害的很嘞。羊跑到那个山上面去了。大一点。
那个买的威陀，上一次来西藏就为了这个东西耽误了很多时间，这次又出问题了，修了老半天。上次用了几次就坏了，这次修了老半天，修好了拿过来又是不工作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靠，这就麻烦死了，没办法，明天再说吧，先充电。就为了这个玩意儿浪费那么多时间。有时候国产的东西就应该争点气，争口气。这两个东西不一样，一个好用，一个是经常出毛病。当然了，一个是新的了，现在还没有经过考验，到目前为止还是可以了。这个是 iFootage 的 Shock Mini， 这个是威陀的，就是老是出毛病的这家伙。同样的美景，表现完全不一样。拍嘛。嗯。
上次好像就是他们家里，明白？这个你好，肉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我也是，干说这了，要了可是上面啊，上面去。没事的。哎，啥人？没了。妈妈的爸，我早就不杀了，那里。你爸妈这个我才知道。我是弟弟。下水了。下这个水桶了，那是干哎，水茶。土地姐妹啊，家头妹，小姑也不多的。那是过了回来的兄弟，下面。也不多记着有了。啊。他也这什么？鼻子是。杯子有，我自己车里有，没事。我都吃。那是什么了？你那知道的是？你这个。走吧哟。今天我们干嘛？到他的亲戚家里来，准备。够着。那个路。咱是到那个路的。肉。哦，这样子来的。那是什么了？你那知道的是？你这个。走吧哟。今天我们干嘛？到他的亲戚家里来，准备。够着。那个路。咱是到那个路的。肉。哦，这样子来的。那下三了。这个都不知道。票的票。这干嘛？哎。这个听得上来。我做到这儿吗？这个没多。那个没。喏。有的。咱们要在那边看电视去。啥么子啊？我知道。我这个吃不吃？哦，这要不都出去吃？到那还不吃呢？他都可能出都杀起。那你放着嘛，放着。自己吃。干嘛？牛我们拿来了一盘自嘎，自嘎也就是奶制品当中的最精华的东西。日本。是。看什么？这个地方还是。哦，突击切。这是神山脚下一个比较，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原始的村子。我的。要不多，哎，要不多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村子好像房子还是都是旧的嘞。这是他们的老的洋界。要不得的。垃圾。都进去啊！啊！对。
你吃过了吗？这是我的。哦，笑个了。哦，对。哦，热，养不到。热日本。热嘛热。这是山大的。大给呀。这大。他这个卖嘛？买也可以，但是多少钱啊？没事儿，就我这么多。那这个一类嘛？我这都是。你干嘛？你看着那个？看谁？你这说真就的，我那个夹子，你这我说也是的，你这我没说啊，感谢。这他干嘛去？你这吃了？是的是。今天干妈亲戚给了一条羊腿，晚上可以吃抓饭了。这条羊腿是今天杀的，新鲜的。拿掉，拿掉。OK，Thank you。呀，过来。哎呦，一条羊腿4个人吃应该足够了吧？又新鲜又好吃，肯定味道不错。这个肉都不一样嘛，看看。也不多了，是吧？晚上我们住在帐篷里面，然后干妈去你没事干，现在已经快10点多了，还在微信上面泡妞了。每天花在微信上的时间可能有一半吧。干妈去你，我们3个都在这里，看到吗？他在用微信泡了。他为什么只盯着我，不转到你们那里去？这2天天天下雨，晚上他们的帐篷经常漏雨，今天补了很久，现在还是有一点点漏，但是已经补得很好了。他们的床铺也是有水了，就像被谁尿了尿一样。不能吃，我的胃不好嘛。今天干妈切了羊肉，我们烧了羊肉饭，胡萝卜，味道还不错。在这里能够吃到这样的已经很不错了，大家都在吃。今天的味道不错，还可以，可以。很久不吃了，感觉不错。这羊肉再新鲜一点的话，会更好吃。早上我很早就醒来了，出去看了一下光线，恐怕今天又拍不成了。然后就回来帐篷里面煮咖啡，煮了一杯咖啡，然后他们就起来开始赶羊了。早晨起来，我听到他们在说叫羊，我就跟他们说怎么的嘞？他们说小巴桑，
这么的嘞。我这里面东西太多了。今天去前面那个放牧的地方拿一个羊，他们今天要杀一个羊过来。这个路有点斜嘞。他们在挤羊奶嘞。这又是一个放牧点，这里面人很多啊。进去看一下。看一下。现在只有山羊奶了，所以早晨起来他们挤奶了。这里好多家人家，好多家牧民，前面还有几家。快！弄羊不一样了。600个呢，600块。哦，羊包有，弄羊包。600太贵了，400。400。400多。6头，哎，6不行，6麻袋，400。啊，它这里面也没什么真正的大的羊了。这里面。他在给我们找羊呢，他说我们可能买半个或者怎么样，但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找得到。小脚的，还有些啥子？看见了嘛？也啥子？这个现在还有羊奶吗？好的，有。抓了。他们在套羊，还要挤羊奶。他们说现在还有羊奶，
巴内那边的羊没奶了嘛？这个麻烦了。然后这样照一下。我们看你们挤羊奶嘛，明白？给他咱录西多多，给我塞西。这样每一个挤羊奶的话套的话，那麻烦死了。外面下雨，干嘛喝？干嘛酸呢？说那去放羊。嗯。外面下雨大的嘞。哎呀妈蛋！今天肯定要冷了嘞。他们在找我多，我都就放羊投食器，找不到了嘞，找不到了嘞。那个不错嘞。这个干嘛在吃干肉？啊？那行不多。也不多。哦，那也不多的。他说很好吃，美味的。说。哦，那也不多嘞，行不多，行不要肉是呗？行不要肉。哦，这个不行，这昨天晚上是帐篷上面会掉西瓜，还有虫子打到这样了，多少虫子嘛？小的一个，还有长的一个。从哪里下来嘛？他们就是下去的，从不地上下去，上去是帐篷。嗯。然后他们就上面大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坐不住的，下去。掉下来。人呢就是头的，晚上是死不过一个正气，主要是怕骨头能再上。哎呀，这个死不过不行。哎，这个都是我发的，你看，这个，哎呀，是直接倒的。哪有？哦，你怕了？俺是这个骨头，是不是你怕了吧？我怕了，就是。你看到谁过怕了嘞？哎，是不倒要，对，是，眼睛就是板差的很，对吧？该睡着了。有时候。干嘛说呢？忙着做他的线，干嘛忙着挖他的虫子。昨天晚上熊来了，他们忙了一晚上也没睡好觉。早上又跟我说有很多的甲壳虫，还有别的虫子，弄得他不好好，没睡好觉。所以说。对。哎呀。还有这头大的一个呀，对，长的一个呀。你是不是在做梦嘛呀？没有梦的，真的，大的嘛，我灯开了，这起来大的呀，石头真是真大了，是不一个这样，我说大的走，我不怕，你看嘛，这肯定我啥是，哟，哎呀，吵的很。哎呀，臭得很嘞，睡不着可以的。虫子嘛，总是要有的嘛，没有的话呢，这个世界就不行了。这进不了，
这块。俺们就是拿那么多，已经找到了，都是白的。这里确实很无聊。王王七你每天就是手机，不知道要在手机上花多长时间。可能因为也没电视吧，也没什么娱乐活动。你干嘛去你？就像我们说的手机控了。来，这打上。家父要小完你再看看。来，你们俩干什么？我跟你说。啊，是吧？后面呢？看哪？啊，这个要有点羊大的嘛，这个，这是你要的9本，拿嘛。哦，银色，银色，这就不见得这9本，给你啊。这就最来要是一个公司希望的感情。然后这个意思。他们准备去抓羊，那个羊他说最大的要900。这个环境，这个羊，你看值不值嘛？这里的神山。他们准备去抓羊，这么多人抓羊，不知道抓得到没？我靠！为了抓一个羊，2个家庭全部出动了。这个羊可是不好抓。